请回来了，谁赶回来了？二小姐二姑爷，杭州四小姐四姑爷，五小姐五姑爷，带来各式各样水礼，一起进京拜寿来了。快快有请。是，老爷吩咐，有请各位小姐姑爷。众位叶氏女儿路上辛苦了，岳父岳母啊！大娘子意心又长，此意吉祥。辛苦讲，你母亲，侧亲随心小配，随地乱算金贵，你须渐渐不听我爹娘。
这金水戏，多想你呀！先上这玲珑三凤福临门，乘上了飞彩宝瓶盘水城，弟弟是亲家本是同参与，福山有意应知心。母亲是天下风光喜风好，一样年年多长生。陈亲家教子有方，不愧是相公。哦，对呀，是啊，这两对小夫妻真讨人喜欢。哎呀，母亲，好啦，母亲，杨家的花园树丁富越大越漂亮，还是到我家来养老。对，一定到我家来。哎呀，岳父，张旭是同张子领亲儿老到我家来吃。一定好，不要争了，不要争了，你们多有小心。等我高老以后再这上礼，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。母亲，母亲，你再喜欢我，你咋这么到我家来？女儿不宜。真把你错忘了。母亲，老爷，是个女儿好小心，本来的姑女婿是儿亲，堂前花开有多，可惜是男女三翠未来我是个亲女儿，原谅你。禀老爷夫人，三姑爷、三小姐拜寿来了，带来什么寿礼？一上空手。这个林丫的野丫头，家两个中书生流落天涯，他来做甚？夫人，积累百姓，可谓之礼嘛。吩咐他们进来。三小姐、三姑爷，老爷叫你们进来。官人请，娘子请。岳母在上，小婿大礼拜作寿吧。也是女儿，起来，起来。罢了，谢你的母亲，三小姐彩云。哎，你们两人从哪里而来？这一厢嫁接可好啊？岳母想当年百年
生，怎么体统？弟弟母亲啊，与官人传承给人心疼，洪水而来与女儿母夜夜牵绳与凡尘，为爹娘受下梁上少水沉，此道是千里来把我mau送，礼不尽从。丰年增，才知小错也叫外头所见，可恨屈臣好一年，身无分文还不追，一路还为我还人，只要趁好心意到，定得父母原谅了原来是此，看来你们夫妻空腹而饮，力争用餐了。不妨。不用食了。彩云，夫人，你陪他们到子房吃饭去。夫人，这个时候要开业了，上山下的三姑爷一道去吧。对，好吧，上子娘好菜好饭，可待。是。山下的三姑爷随我来。官人，娘子。老夫人为何不让他们一同也算了，他们上不了对步啊。你来呀，吩咐这药开宴。是这样开宴。
三小姐请用茶。多谢彩云。阿明将我请客。好好好，你不要切嘴了，请啊！也让女婿两样款待，三小姐委屈你们了啊！不要这样说，彩云。花似同源不无与那青梅并非一母生。想当年身无川早年松黑，举孤女多亏所父养亲人，弟弟随我命令女，没事难忘养育恩。归来拜寿父孝敬，娘亲贤侄也感应，儿媳不是还来成，你看他泪生不必痛，素分。三姑爷，彩云，哦，彩云，来，你看这书本上说，人养太漂，永生不弃，为言不见其乐。你们嘴嘴的，我可听不懂哦。彩云，来，是说生人的子名叫叶伟，子弟破房子，用的破篮子，经常饿肚子。可是他有书可读，照样十分快乐。我这里有你彩云照顾，身故叶伟。十倍哟，十倍哟，姑爷真好啊！哎呀，这上水也已经做好了。彩云，你来看，哎，这是我的母亲补做的花样。哎呀，真好看！三小姐真好看。哎呀，姐妹们快来！哎呀，快来！杨莲什么事？去看看这个穷姑爷是什么样子。去看看。真好看。哎呦，一沙烂泪面忘记生，姑爷不孝向后退。啊！你们无事是什么呀？我是什么？你管不
们把三姑爷当作什么样人看待？姑爷，姑爷嘛见得多啦。二层啦，你的姑爷是什么层啊？我的姑爷堂堂上市公子，常院宗子。我的姑爷建造宰相圣旨，行宰宰子。我的姑爷也是宰相圣旨，九内名士。我的姑爷养尊守富，有才有势，驾棚看马闹，看相劈叉烧，山珍海味嘛吃不了，拿去喂狗喂猫啊！我们三姑爷可不将那种水花正头也包抄。三姑爷一文好，国气好，心脏好，时来运转比中常远。他中常远，你挖了我上眼睛，你管当督？当督？当督么？谁当督？你看中这狡猾常远，接他做小萝卜啦啊！小萝卜，你当真的？你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你这姐夫，你给我当真！哎呀，你这个不要吵了。杨莲，我怕二姐把你宠坏了，此次出言失礼，太没有规矩了。杨莲，彩云们，你最委屈了。三小姐，是你们受委屈了，你们还是委屈吧。彩云，彩云让你走了去，断理全无把家里。不怪小婢心思里，东儿子他他是非。官臣娘子，你可曾听见门外的女吵架？女吵架与我无关。吵架不会吵小你，岂为了彩云要背的娘子，娘子啊，大臣过节小臣过。荷花出水遇到底，夸我不作戏，骂我不生气，眼下恩子无子，何必女子也别是非。官人啊，闭眼三可不彩礼，神多看茶要受气，三郎君不为天涯风霜苦，真不想结早春生烦离别。
不想继承冤家，作为敬仰继承所父，他痛恨严嵩宗教，居于自坚自义。等他回来，我免先自坚自己，变为暖计。官人，你立志为民之害，为我报杀父之仇，却生父不义从。娘子，娘子，哎，夫人，哦，哎，哦，善臣，叫我出来。二继父爷来了，请里边坐。里面有股穷酸气，我不愿意进去。是啊，上等之人不进下等之房。那么有什么事？我来问你，我的贴身丫头，你为什么骂她？为什么当你她？真是老夫头上遭殃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哼！当官也要看自身面，谁管欺负小丫脸？禀赋丫头不敌见，官身见了被笑颜。夸你一生穷酸气，扮什么小姐家子在神仙？哈哈，扬州丁八蛋，子女教诲升天仙，谁管轻易来得在，神魂手帮爱皮鞭，今朝对你还客气，不怪你夫妻不成怪分钱。二继父都来娘家做客，还当以礼相待，岂能以夫欺贫？实话不讲道理。谁不讲理？哎呀，娘子，这种人不可理喻，何必睬他？那有这么便当？我们进去。对，我们进去。且慢！你们一生珠光宝气，竟不是这房中穷酸之气，何必进来呀？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再告诉我进去！哎呦，对，告诉常母娘去。哎呦，夫人，夫人！你女儿先拜见母亲。你手捧何物？为弟弟母亲补助的水哈，聊表诚心。啊呀，母亲，这种儿子在我们扬州府中，这配接下等人穿用哦。拿下去赐予门公夫妇。是，母亲。三成，
本年你夫妻穷途落魄，好以收留妇内，你怎管得罪贵客，还不当面赔礼？母亲，婢女谩骂生事，原是儿子无端，盼望母亲放过彩云便知。哎呀，母亲，父命言你偏心错岳母，小婿告辞了，也系所想。与我作之。是。先生，你可嫌我错怪？女儿没有。你可嫌我偏心？女儿，不过杀不背礼，别为不孝，许下女人负重。母亲，岳母啊！三妹夫啊，此事委屈你们了。这是你们囊中空空，正好上路。待为妻为王，与你们取些半双银子，再走不迟。大姐，官人，真不与我商量。官人，哎呀，娘子好不糊涂啊！怎管为康母以接近银两？这月。娘子，我们还是为暖姐去吧。三姑爷，三小姐。
在十里女。连累了姑爷小姐王昭说马从方小姐不言婢女一身躯，这里边与我亲血十两年，临别心难诉。俩表彩云一点心。彩云们，我正好深随于你，深深记你就收下了吧。多谢彩云情谊好，他年从头到身彩云，书信一封，请教岳父。是，我们走了。慢，免得旁生议论，随我去走边门。
人，他是不了。杨继成为京上本在当朝，他今想拜到你宋，不怕因我是身少。老尼宋装腔只是把忠心表，赢得那万岁他怒气中响。他骂继承皇走本，当定那份香天牢。你想咬牙横着活，逃逸去犯，命难逃。两百文武谁管？想得我莫等看眼心事讲，怕着怕难以化海风波心。早知里我杨氏情所受相讲好，也不为谁臣之良，岳父也太没有远见了。告诉你，你的母亲大地夫子，你们还不快追王府将军一战，真的也最了之。你弟弟此时今日常言道：“佛教之下，岂有完乱？万事快走的好。”弟弟，我还是走吧。不，岳父，我要连累你们了，你们还是快回去吧。弟弟，我还是回去吧。老爷呀，刚才万事如永，顷刻之间一场空。女儿不过离娘走，大难到来恭喜呀东。哎呀，老爷，恭喜东呀，夫人啊！弟弟可不是趁早真相咯，帮忙可叫三成女儿月华有走一咯。这个不孝之人定遭于我，被我怪罪了。老爷，这是三姑爷留下的书信。
他瞒我？不要小窥银龙，他是神不上夫，夫别上人，劝我按出继承此计。哎呀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孙子孝。杨继康前将帖子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杨继人诬告年宋丞相，贼大弥天，本当9节死。念杨继康平日作为谨慎，从宽发落，即日起下诏为民，草木家产所赐尽都。决子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这城下里2条老命，一副所有的。这好当扬州，岂得靠女儿女婿了？这是路途遥远。死后去让老爷，夫人，孤女翠云曾蒙受累杀罪，如今老爷遇难，翠云你当照应，生死相生。夫人，岳父岳母到扬州来了。我弟弟母亲来了。哎，你在哪里？哦，刚才我到尚书府中，大姐夫到南京去了。我在厅堂门口一张，只见大姐陪着岳父岳母。我弟弟母亲什么打扮？穿着员外夫人衣衫，上下一身新。哦，看来我弟弟没有文采。哎，
乃是高楼玩笑。对对对，你为什么不叫我弟弟母亲为夫？哦啊，没有夫人做主，我不管呐。哎呦，你真笨！哎呦，但是我母亲便有30万私房银子。30万？哦，30万银子不能让大贼多吞。雅莲，快吩咐被叫到上师府去。你去做什么？接弟弟母亲到我们丁府来。哎，哦，哟，二妹到哪里去呀？大姐夫，你从哪里而来？好，我从南京刚回来，可以到家？没到家。你没遇到家，那我到哪里去？暂时不告诉你。大姐夫啊，请啊，请。二妹夫，愚兄去过南京，奉得念想群水交暖，他要把杨继生的情谊一查分。那你我两家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哈，因系女兄当头关节，得知念想光寿女子，你我只能孝敬念想，放了银子，便可拜作义父，钱可同生。这点血本这的花好，这封拜神义父的书帖，我马上与你退禀。大继父也独自莫随，拜托，你我一同到书房去，请。大继父，拜托。老爷夫人最好，弟弟请，母亲，弟弟请坐。弟弟母亲请上座，随女儿哪里穿戴？女儿好小心，越帮手谢弟弟母亲。来呀，你见老爷老夫人准备香汤沐浴，跟我绫罗衣衫。是。你见老爷老夫人随着我房熏香贴壁。是。哎，准备定当以后，吩咐子房烹调3种海味，见老爷夫人在后花厅设下酒宴。是。好女儿，不必铺张了。是啊，自己父母也不是外人。哎呀，老爷夫人，二小姐想念两位老人家，可得嘞，俺哩哒哒的，哎呀，真是过弟弟母亲
上师傅把老爷夫人的香浓物件、银礼宝果，统统的搬到这里来。是。妈，弟弟，还有什么吩咐？儿啊，为吾世间一无所有了。弟弟，此话怎讲？为吾下旨为民，草木家财到此两手空空，哪里来的发髻香罗我？是啊，上道，距离身上这套新衣裳，还是在上叔父你大忌为儿老我上点你。禀老爷老夫人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滚！上道，何故发怒啊？这般奸臣不听使唤，真叫人生气。你们说说，我区谁来？夫人。老爷，夫人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什么？二小姐一听老爷的真心话，脸色都变了。翠玉，你二小姐从小虽是一为儿婆，一为儿小。夫人，我看二小姐没有大小姐厚道，我就请大小姐来再做赏你。妈，雅丽，你要做什么？当初你这奸臣，仗着老夫人聪勇于你，你打我一巴掌，我生气腾身。今天你东家失势了，这一巴掌我要打完。雅丽，你滚！为什么不滚？翠玉。怎么你们在这里吃不得了？我去请大小姐来，请你们委屈。夫人，看来翠玉也只有理呀。儿啊，为吾腹中饥了，蒙你无话听实意，快便为吾敷衍去吧。弟弟，此事不巧了。真是不巧。你女婿说今天要了养在城里的府上举国，在荷花厅请客切酒。那也无妨嘛，不在荷花厅可以另外设宴嘛。是啊，上道。自己爹娘不是外甥，随便哪里都可以用算嘛。哎呀，母亲说得对，自己爹娘不是外甥，随便哪里都可以。雅丽，快带老爷夫人到厨房去切饭。是。两位老中家，我来了，到厨房去切饭吧。你
女孩这样小心，我他要尝尝这个味道。姐妹无辜，为什么要我一生夺答案？二妹，大姐，弟弟母亲呢？到子房吃饭去了。什么？到子房去吃饭？你，老爷。白在身错泪归下，要不说告你5年到过呀！你叫我跪下，弟弟，跪下！你我要告父你，你去告。我这小一张长子到官衙，和你上门来敲诈天下官司，不过他。弟弟母亲，随女儿回去吧。不许罪！官人，好他的胆子，没有得到我的同意，怎管谁累他们？官人，他们是我亲生父母啊！在家从父，你可以听他；出家从夫，你谁得听我？不要理他们，你就回去。官人，快回去！下跪。
把伤情轻抛开，可怜我父母受了奸臣恩害，下阵为民冤，讨来。一路走尽风霜苦，风中残年平替谁？太原来才木家内长盘西厢。离开官人，官人是母应笑，他得其兄为官人啊，堂上不肯依为妻为死衣裳不起起来，听我说话。起来，娘子，你怎能颠倒我胡乱讲？念想过本是当朝他忠良，娘几生受不生黄州本，他才是奸臣没有好下场。你父亲下阵为民本有才，我啥事虽然与他遭殃，可知我要百年孝，做你父王。到来张飞黄腾他为东梁，允许你为家去服杀了，送他们作为盘算。
了，可算圣旨你请了。好，娘子不用回家去拿，孩妹接母也有。雅莲，叫我弟弟母亲去取也保养银子，再加2套衣服。什么衣服？我大舅府中借什么新衣服，我们丁府也借什么新衣服。是。不用了。夫人，把衣服脱下来。哦，弟弟，母亲，弟弟，母亲，弟弟，弟弟，母亲，这叫女儿伺候，这等薄粉中间生产自动自无的东西，为父的一点也不要。这怪还有麻绳，不要理他们。是。体无绝人之路，他是天能相济。儿啊，你还是回去。先生，与我走。
快来上啊！弟弟三位来了。儿啊，为父不在家中，可有客人到来？弟弟，昨日傍晚，岳父岳母与彩云相伴来到这里。果然是他。他还讲些什么？弟弟，岳父是早睡之年把外门，朝奉家产些么事？这困岳父两嘴找女婿，一个个层层作风，不知是君生。哎呀，你们去看看这封书信。哎呀，这是他弟兄于子云的书信。弟弟，于子云奉念相之命来到杭州，下士警告于我，送我随律在官变为同党。弟弟，你们叫你岳父岳母瞧瞧，咱们去吧。弟弟，若不是你同他好与结为亲家，怎能破镜错尊？卡登，跪下！哎呀，你叫我跪下！伯伯最好。老头子啊，侬与普渡山回来这啊？回来了。咦，你们可以在这里做啥？母亲，弟弟为孩儿随了岳父岳母他不来听。母亲，弟弟要将岳父岳母送出府门。哎呦，你不说的！哎呀，岳父岳姐夫岳姐，与我与我。哎呦，这是啥？此事非同小可啊！啥个大事体呀？你人，哎呀，不要紧，起来！喜得亲家远逃而来。文娃，快去请亲家公、亲家母出来，还备团圆聚。哦哟，老头子啊，这都做啥活跳？夫人呐，你可知闭门家中说，我从天上来？杨继康，那副杨子生，岂可轻易留在府中？啥？哦，亲家上门不讲自身，吕他不得说出府门。哎呀，老爷，侬此番与普渡山，他不算心贼。哎，何以见得？良心跌落，被牙关吃他嘴。哈，夫人你。哎呦！哎呀，老爷爷，老爷生话中听，怎么亲家不相生？当初是侬个同窗友，同年那个为官年与成。常来常往常相亲，生那个儿女配人婚，与情与义与缘分，杨家陈家一家生，事情亲家早在心，千里迢迢走上门。慎重之不断，哎呀，皇帝言语操娃亲。哎呀，留下亲家我做主，侬挂儿子为
老爷侬要仔细称，仔细称啊！母亲，切莫做若情不人的事理，神啊！弟，千万不要说弟，哎呀，父亲呐！我是老夫心太狠，一步错难保一户是伤身，屡克别人无常才，得罪年下要灭门。求了！不要死！岳父，请教岳父。想不到千里奔波，到此碰壁。哎呀，真是苦涩亲家这样。哎呀，老头子啊，难道没有办法可想？办法？哦，办法倒是有一个。快说啊！亲家么？亲家的大女婿已被聂相国为义父，我为亲家前去找他，想想办法。不，我绝不去求那个神策作物一国禽兽于之欲。陈立兄，告辞礼。亲家，老我
正在祝福哈，心肠一松花，一听当场走了。我怎能低头下拜无廉耻？去
曾经不是一张纸，才我伤心不曾路旁听。想当初，谁当曾多想你。都是他
娘醒醒，姑娘醒醒！嫂嫂开门，嫂嫂快开门！嫂嫂，二弟，你快去那讲堂来。哎，老爷，夫人，彩云，彩云，老爷夫人在哪里？陈王庙。嫂嫂，二弟，你叫他去好好照顾他，晚上去就来。哎。嫂嫂，嫂嫂，他怎么去了？这叫我怎么办？姑娘，你还讲他？姑娘，请还讲他。姑娘，请还讲他。啊，你，怎么？哎，姑娘，哎，姑娘，哎，姑娘，姑娘。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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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你是谁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姑娘，姑娘。滚靠福音心，奉沙命当听经报藏起牙房，半路上见你昏昏倒在地，曾经的兵血满地是疯狂，看足有夫人经过相救你。
子，就你来与他作伴，也无妨。姑娘啊，因何落难等我讲？不要悲伤泪汪汪。姑娘一听心寒冷，一只管天上洒洒去老爷下旨为民后，青玉不成受凄凉，是姑女儿不供养，谁老泪落才一笑，小脾气他风儿老，冒着寒风生机长，昏迷杀父恩公举，只怕一命父亡姑娘，可见姑娘因他的请把你老爷名姓生断下，提起老爷与民房，他虽是仆是郎，养鸡康，杨继康乃是我嫂嫂的父亲。
兄长这银龙嫂嫂杨三成。三小姐，姑娘，我还是扶她到嫂嫂房中歇歇一会。彩云，夫人，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吧。老爷，老爷，夫人小心了。彩云她不知去向了。老爷，天荒地冻，路易自见。夫人，你我不是一死。夫人，不，我要恨为生，恶人为报，我还不想死你。你痴心妄想哟哟。好像是山城来的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弟弟，山城。
怪彩云，他你相多，自己不知他到哪里去。彩云虽在我家，请弟弟母亲进去自省。娘，孙子，二弟，快来见过我弟弟母亲。咱儿这是龙拜见杨家把父把母。少礼。彩云昏倒在溪底里，多亏恩公相救。多谢恩公。嫂嫂，晚上好，请把父把母用膳去吧。弟弟母亲，请。哎。来到故乡心里疼，最应我养活给救赎生，才是我金榜题名为心愿，查明君一路四方到南京，迎来不尽金陵府。到家中想为母亲养三层开门，三层开门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。面对郎君心啊意，素身万事俱官人啊，才为夫事所也真，天天盼你转家门。不得功名不要紧，夫妻相随苦光阴。娘子不要羞困我，娘子你来困。娘子，官人，这金银娘子，此番府司金榜题名，长远前地，你想过随我为门生，做了妾身新婚。你得看那老子了。哎呀，娘子，人家你怎能不忠不孝，轻贼不分？你闻到你这是为何？你是岳父岳母家道小婿大力传拜，想不到你也是个口是心非、去也无私之人。老夫我绝不与生这诸之人为一团。岳父，人家你再要夫妻到老，这金银立即与我抛掉。且慢，请岳父听小婿倾心奉禀。你讲岳父啊，小婿我
妾身行完出京来，一路上为我四方查见当，早我年侧的讨天吹，听的是上天最本见万岁，落一光。亲自领表为国自洁，为民自黑，方成我兄娘子，倒是老夫一时心急，错怪也许了。三姑爷，彩云，多亏你照顾儿了，兄长，娘子先来一步，是被神来子了。神策作父的衣冠禽兽，谁是你的娘子？哎呀，娘子，四季年松上面，我虽隔着，因系还是杨四郎的女婿。今日一来，与娘子普进中原，还来拜着岳母，落实他神。后人再次喧哗，岳父岳母在上，小婿他里拜着谁担？你还月里来见我？哦，夫人不要理他，请说。哎呀，娘子，听我美言几句，就是百神得罪二老，死过后悔，今日得来登门谢罪。娘子，谁
听你的花言巧语，你请我出去。娘子，谁是你的娘子？三姑爷、三小姐到。送钱，谢用不用？三妹夫，见大地可悲地，应承存情。大姐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娘子，三妹夫子，娶你重盼，这一贯情深，与子允。与子允，你的所作所为，尽力难容。来人呐！在将这个无尽无义、上吏挂齿之徒关了出去，永远不许上门。是有娘关了出去。好爷夫人，杭州城老爷全家到府，有请，有请。哎呀！亲家到来，有色有礼。娘子见你，也是你儿媳妇，外间帮亲家，亲家吗？亲嫂。不知亲家到来何时啊？我是专程来为亲家拜寿的。哎，老朽当年飘零四方，无神收留，今日亲家得累百岁。哎呀！是我好不惭愧了。哎呀，亲家公、亲家母，我个老头子嘛是没面孔来摆手，今朝啊是我俺拉伊来赔礼。哎呀，道歉吧。老朽当年畏惧奸党，认得了二位亲家，多多有才。多有才呀！看在亲家母的份上，哎呀，不怪了。是啊，你我万事要好亲家，应当要好，应当要好啊！请两位亲家先到花厅用茶去吧。居民啊，
什么？我要话他也上演技。哎呀，居民啊！哎呀，居民啊！居民啊！洁身自守。母亲前必势力，讽刺我引龙埋伏，我要话他也上演技。洁身，朕贵到此，草草随他。哎，不，我们是来见岳母大人拜寿来的呀。谁是你的岳母？哎呀，母亲！谁是你的母亲？岳母，弟弟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是你的亲生。谁是你的父亲？你给我走滚！我不走，富姑女儿百岁，为什么偏偏责罪我？你们不认我女儿，我死也不走。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齐姑爷新小姐为夫。一对新人来了，夸夸有请。有不在上，小弟塔里走拜前去。也谢谢女儿。起来，谢有母亲，哎呦，洁身，你来看看，我有这个乡人女儿，生你八辈。哎，哎呀，虚死我了！哎呀，虚死我了！哎呀，母亲，不要生气了。对，不要生气了，不要生气了。来呀，吩咐奏乐设宴。正月设宴。万难相随，天下间。
手机的手电筒，让我们和台上的演员一起拍下星光大合影，留下这珍贵美好的瞬间。谢谢您的配合。把祝福带给你，把友情带给你，是中国小白花，是中国，是中国小白花。把乡音带给你，是浙江小白花。把回忆带给你，是故乡的小白花。把祝福带给你，是朋友小白花。把友情呀带给你，是中国的小白花。China， 小白把乡音带给你，是这